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3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，以赛亚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43节到4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葡萄园。台湾的青菜、水果，真正是咱咧讲的天堂啦吼！特别是水果的生产量、品种以及品质，拢互全世界真侪国家来欣赏。牧师伫美国住12冬，上少年的物件当然就是水果啦吼。伫美国，阮会通买到美国本地生产的水果，也会通买到热带水果，亲像往来是对南美洲来，但是品质呢，却甲台湾差太济咧。2020年，咱台湾真成功将台湾芭乐来销售美国。但是，虽然这是满足着美国的台湾人的期待，但是这个芭乐真正运到伫美国阮的手中的时阵，除了有迄种怀念的香味以外啦，吼，迄个口感啦，迄个甜度啦，新鲜度拢差真远。伫这进前讲到芭乐，只有适合来拍摄的这种墨西哥种的红心芭乐，也有某一寡台湾人因厝呢家己种的台湾芭乐，其他的只有会当用想的基态会通食到好食的水果。种水果的农民真辛苦，用真济的时间来期待收成。咱咧讲伫加州买来往来基本上是南美来，规粒拢是青色的。大等几若工，才这个下面慢慢来成熟。有人讲，因为这是对后面注迄个互伊熟的药老人确实安尼讲，往来头是过尾。咱知影往来吼底部，因为连接伫迄个往来丛，咱称作头，会对迄个所在开始成熟。但是因为这个咱讲气候会无共款，等到一半的时阵，差不多一半熟一半吼，就过熟啊啦吼。真侪人毋知要安怎来处理，这台湾人吼，会等就会等到安那失望啦吼。迄就是讲安尼心情会通用来类比今仔日的经文。以赛亚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，上帝透过先知所讲的话，上帝期待的葡萄园，虽然经过用心来整理迄个园地，种植这个品种也真优良，搁伫边迄个所在呢，挖甲一个真好。会当打葡萄的池，准备要来收成了后，生产葡萄酒来用。但是呢，却伫收成的时，看到一粒一粒又搁酸又搁涩的葡萄，安尼的话，农民一定会做改变。也就是讲，这个田有问题，或者是讲有其他的问题。
因为你若无改变的时阵，搁较静，嘛无法度有好的修行。以赛亚先知安尼讲，耶路撒冷甲犹大的人民啊，恁对泡汤圆甲我的事来评评理吧，是毋是我无好好照顾呢？也是为什么会生出酸佮涩的葡萄呢？无法度出产我所期待甜的葡萄呢？看我要安尼处理我的泡汤圆，我要来甲伊掰四围的篱笆，拆掉保护伊的围墙，互野兽来食园内底的果子，佮甲伊糟蹋。我要互地顶悬生满野草，我要修剪葡萄藤，也无要污送土地。我要互土地生满蒺藜甲刺皮。我甚至要禁止云降雨水。先知以赛亚讲到一个真重要的重点，人总是足爱去怪别人啦吼。先知来问讲，是毋是我无好好照顾这个园呢？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安尼来表达，将来要废掉这个泡汤园，互野兽来食掉园内的果子，佮甲伊糟蹋。这个经文也是一个譬喻式的先知书啦吼。泡汤圆咧指啥？泡汤圆所指的是以色列国。泡汤是指啥？是咧指以色列的人民。这肥的小山是咧指迄个应允之地，流年甲蜜的迦南地。佢讲我所爱，是咧讲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个选民，犹太人甲耶路撒冷遮的人民。伫圣经中间，咱看见上帝讲伊整理这块园地。圣经讲伫肥的小山顶悬，我所爱的开辟了一地泡汤圆。伊乌这土，青拄石头，伊种这个品种优良的葡萄，伊做一座悬搭来做瞭望台，伊乌一个来打葡萄的枝仔。上帝不但准备一切所需要的好环境，搁伫遐固守，期待会通有好搁甜的葡萄通好收成。但是真可惜的，原本好的品种、好的环境、好的照顾下面，葡萄竟然生做又搁酸又搁涩，袂会通入口的葡萄。耶稣基督讲，好树若无结歹果子，歹树也袂结好果子。树的好歹对伊的果子分别出来。恁袂会伫这个刺皮内底来挽无花果，也袂伫蒺藜中间来采这个葡萄。好人对心头来积聚好，发出好来；歹人对伊会积聚的中间会歹，发出歹来。一个人的心里充满着什么，嘴就讲什么。咱的生命是好的葡萄，还是酸的葡萄呢？耶稣基督提醒咱，一个人的心内充满着什么货，伊的嘴就讲什么货。也就是讲，咱讲话的内容，咱处事的方式，咱对人的态度，拢代表咱是酸的葡萄，还是好的葡萄。是属于上帝阿无？这要提醒咱，着爱对讲话、行为顶悬，
爱非常的谨慎。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迫切追求你，亲像地空旱无水。我的心神喙焦，较无你；我的肉体心无你，要到昏去。所以我伫圣所找你，爱看你的宽容甲荣光。我的嘴唇要上赞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我要一世人来称赞你，要举手求叫你的名，我的心神会满足，亲像享受丰盛的宴席。我嘛要用欢喜的嘴唇唱歌上赞你。我倒伫眠床纪念你，眠时逐天嘛想念你，因为你有帮赞我。我要伫你的膝骨下欢喜唱歌，我对你对调调，你的正手扶持我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成做泡汤园内底的好葡萄，互阮会通荣耀主你的圣名。伫阮甲人的相处，阮的言谈处事，拢会通证明阮是属主葡萄园内底的好产品。求主继续带领保守阮，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